2月25日失敗的挑戰。在上蒼的帳本中，什麼也不會浪費的。通過失敗，我們學會了我們所需要的謙卑。儘管這很痛苦。比爾的視覺第31頁英文版。認清自己並了解自己過去的一切失敗都是必須的。對此我心存感恩。經驗來自痛苦磨難，使我學會順從。當我尋找上蒼並開始理解他賜予了我寶貴的禮物。在經驗與順從的磨練下，我的康復開始了。是的，然後是感恩，然後是心境平和地生活在清醒之中。